清流，东西我带来了，把人放了。失之误会了。君王若是想走，他随时可以走。但我看他自己是走不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君王在大婚之时替太子喝下了毒茶，其实他是为了你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和杜小姐恩断义绝。是真的吗？我没事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。如果再不服下解药，君王很快就会毒发身亡的。我怎么知道药是不是真的？哼哼，你若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走。好，我把东西给你。这包上涂了火油，如果不把解药给你，我就烧了它。嗯。师侄，别着急走嘛，啊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为什么那么急呀？走了。清流，清流，你放开我！清流，清流，你要对他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让他去。遵命。去。清流，抓住！龙儿，放手！不放！我现在绝对不会放手！傻瓜！下面是万古出没的剧毒之地，放开他，你就能活。有我求情，云香一定会放过你的。让我，放我们！他杀了我母妃，还抢走了你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他也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放手，你会被带下来的。松开他，你就能活。放！傻瓜，快放手！不放！要死一起死！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会抓紧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风儿。